短剧演员被 AI 替代失业，直接退圈进厂打工的第6天。地球 Online 今日强制主线任务，元气上班，完成2场拍摄，不许偷懒。收到，即刻开始。又一名短剧演员因为 AI 短剧的出现无戏可拍失业了，直接选择进厂打工。日前，短剧演员明珠在社交平台上面更新了自己失业后进厂打工的日记。明珠在视频里面称自己是一名短剧演员，现在被 AI 替代失业了，选择了进厂里面打工。以前的工作内容是别人拍他，或者他自己拍一些日常的 vlog。他现在进厂的工作内容也是负责拍摄一些东西，还有老板以及工厂里面需要的一些 vlog， 也算是专业对口了。其实在进厂打工之前，明珠已经退圈一段时间了，她还回村里种过地，后面才选择进厂打工。翻看明珠的社交账号，她的个人简介上面写着已退圈，她此前还跟杨紫合作过家业，社交账号上面还有她拍摄期间的 vlog。现在无论是电视剧圈还是短剧圈，真的都出现寒冬了啊！